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初9，诗篇17篇1节到5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无用奸诈的嘴唇祈祷，求你压耳孔来听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迷事嘛监察我。你用火锻炼我，无找到什么歹。我立志无予我的嘴有过失。我尊叹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的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暴的人的路，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诗篇的作者伫这个所在，向上帝祈祷，求上帝听伊的声，也予伊所讲的无出嘴是奸诈，也伫遐会通讲出上帝所欢喜的话，正直的话，予上帝每一天来监察伊的所行。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嘛时刻伫主的面前省察咱家己，伫咱的脚所行，有行伫上帝欢喜正直的路也无。求主帮助，予咱每一天行伫主所爱咱行正直的路，一步嘛无偏离。愿主时刻甲你相甲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